情人節又嚟啦，好多人都鍾意占卜，會問段感情有冇結果。但其實最緊要嘅係你而家開唔開心。就算最後分手或者所謂嘅冇結果，每一段感情都一定有一個好 sweet 好開心嘅時候。就算我100% 準話俾你聽，1年之後會分手，hurt 到爆。如果你而家覺得好 sweet 好甜蜜，你都係會想繼續行落去，因為而家嘅心動同埋甜蜜都係真㗎嘛。呢個年代揾到一個你鍾意佢，佢又鍾意你嘅人，其實好難得。所以寧願最後心痛都好過從來冇心動過，冇甜蜜過。所以唔好諗咁多啦。如果呢一刻鍾意嘅就盡情享受先，想復合就好好努力，冇俾自己後悔。如果想分手就嗱嗱聲放手，唔好阻大家時間。最後無論大家有冇情人，都記得先好好愛自己，令自己開心。祝大家情人節快樂！